咩人先會買特斯拉？買特斯拉嘅無非就只有兩種人，一種咧就好閪有錢嘅人，而另外一種咧就係唔捨得使錢嘅人。點樣區分呢？有錢人嘅特斯拉佢係掛藍牌嘅，而姑柒韓嗰啲人咧佢係掛綠牌嘅。你諗下，當年第一批特斯拉車主被譽為九王之王，捨得拎百幾萬出嚟教飛買台 Model S 或者 Model X， 佢哋屋企都係住別墅嘅，因為當時啲電動車仲未普及，周圍都冇咩充電樁嘅，佢哋必須要翻到自己嘅私人車庫嗰度裝充電樁嚟充電。而且第一批嘅特斯拉車主係終身免費充電，當年買特斯拉仲係需要指標先可以上牌嘅。後期嗰啲買20-30萬嗰啲 Model 3、Model Y 嗰啲人咧，係唔捨得使錢加油嘅人。所以藍牌特斯拉咧，絕對就係身份嘅象徵。但係二手嘅藍牌特斯拉咧，我就唔建議你去買啦，因為藍牌特斯拉咧都係喺17年之前上牌嘅，依家個電池已經嚴重衰退啦。換個電池都係10幾萬，而且二手車主只能夠掛一個青 BB 嘅綠牌。若果你身邊仲有藍牌特斯拉車主，麻煩你 at 下佢出嚟，我主要係想同佢交個朋友。我打了搞過來，你們還沒明星。